Namaste。好多人覺得做瑜伽身體要好柔軟先至得嘅，到底係咪呢？一齊聽下呢個同學嘅分享啊！好耐之前，我上過一個心靈嘅課程，係要每日練習瑜伽嘅，所以當時就去參加咗瑜伽班。個課程完結之後，我就冇繼續練習啦，亦都停咗好耐，直至到3年前 COVID 嘅期間，同朋友講起，想再學返瑜伽，因為我記得之前做瑜伽嘅時候，內心係比較平靜嘅，遇到啲咩事情都可以好平靜咁樣去面對。我想揾返嗰種感覺，所以就再次學瑜伽啦。加上我本身嘅根腱都比較硬，亦都想透過瑜伽去鍛煉好身體。因為我嘅根腱比較硬，希望持續嘅鍛煉可以令到自己身體更加柔軟。同時做瑜伽嘅時候，亦都令到我成個人可以鬆一鬆，內心更加平靜。通常做瑜伽嗰一日，夜晚都會有深層睡眠嘅。我諗可能係自己放鬆咗啦。持續練習之後，身體亦都有啲改變。之前我成日都有頭痛嘅狀況嘅，做多咗瑜伽之後，頭痛嘅狀況亦都減少咗啦。而家每星期都會做一次瑜伽，令自己學習堅持。同時做瑜伽亦都令到我內心更加平靜，會留意自己多咗，專注力更加好。我記得有一次，嗰日自己有少少唔舒服嘅，狀態唔係太好，但出奇地，嗰日個身體竟然比平時更加靈活。我諗應該係嗰一日個腦袋冇多餘嘅雜念，自己更加集中，好純粹咁去練習，得出一個意外嘅發現。原來做瑜伽嘅時候唔諗嘢，個感覺係咁好嘅。我做瑜伽係比較平常心嘅，因為自己嘅柔軟度唔夠，有啲動作會做唔到。老師亦都冇俾壓力我，佢會俾啲簡單版我去做嘅。佢亦都成日提醒我哋，叫我哋唔好比較，順應身體嘅能力去練習，接納自己同埋身體。加上係小班練習，所以做瑜伽嘅時候都會好自在嘅。我亦都冇俾壓力自己，只要自己慢慢進步就可以啦。